在地人在地前来看，华山基金会婚林卖料站有来服务到一个66岁外籍的阿嬷。这个阿嬷30年前为越南嫁到台湾，因为无囡仔，加上翁婿已经来过身，所以去共细厝一个人住。防疫的期间，租约到期，煞临时找无厝，加在专门出租着套房，予弱势民众的王英文先生，随着帮这个阿嬷安排一间房间，予阿嬷唔免来流落街头。华山基金会卖料站服务着一位66岁个案阿苏阿嬷，30年前自越南嫁来台湾，有台湾的身份证，因为无囡仔，加上翁婿已经过身，家己一个人四界租厝。想要到疫情期间合约到期，需要搬厝，居无定所，所以他必须到处找房子住。那在我们现在目前防疫期间呢，大家都要居家防疫的时候，阿嬷却在这个时间点却没有了房子。那我们所以这非常的着急，然后希望帮他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房子。伫卖料经营火锅店的王英文先生专门租厝予弱势。知影阿苏阿嬷的状况了后，虽安排一间套房，予阿嬷会使住。我碰到很多弱势团体，他们租屋碰到很多困难，因为他们经济弱势，所以他们一定要申请租屋补助。所以我大概在3、4年前就陆陆续续一直接到这样的案例，然后我也就是立即答应帮他们安排。疫情期间，大家拢减少出门，有一个会使住的所在就真重要。好佳在有善心人士来斗3工，予阿苏阿嬷唔免继续烦恼无所在会使住。